你好，我係1號分行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錦上路站柏龍睇一個3房1套連工人套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69尺。我哋依家即刻入屋參觀。哇，實在太漂亮啦！咁我哋依家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。好，我哋依家入廚房。連接廚房嘅係工人套房，好開心啊！呢個工人房非常闊落，跟住係工人嘅浴室啦。好，我哋依家嚟到客飯廳，係長方廳嘅設計。由客廳望出去嘅方向係向東，好靚嘅內園景啦，望到泳池。咁呢邊係飯廳。好，我哋依家入休息區。首先嚟到客廁，客廁係浴缸嘅設計啦。浴室設有浴室寶嘅，跟住嚟到主人套房，由主人房望出去嘅景觀，咁啊主人浴室啦，浴缸嘅設計。咁亦都有浴室寶。好，我哋依家嚟到客房，第一間客房望出去嘅景觀，第二間客房望出去嘅景觀。好，依家咁靚嘅單位體驗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